这阵武汉肺炎的疫情的炭烧，嘛发现讲民众看中医的人数比疫情之前增加4成。上新的调查嘛发现讲有20种的中医主要用药啊，即马拢无回落。有真侪中药材哦，可能是中国的化价，所以是起价真贵。另外一方面哦，药厂烦恼讲后续的需求，所以嘛唔敢凊彩投资来增加科学中药的产能。疫情过了后，中药材继续第二起，实际行一撮专卖中药材的台北特发街。业者表示，民众爱用的当归，也有料理配菜的八角加枸杞，继续拢变贵。尤其是治疗失眠用的酸子仁，佫较是高贵，为每台斤唔免1000，上贵来到3、4千。我个人认为，包括他们中国是有在故意哄抬的价格，因为这些药材都是来自在中国大陆。产地已经涨了翻倍了，可是我们台湾的一些供应商、一些加工商还有存货，所以说涨幅还不到产地的那个涨幅。那中药材继续考验民众的落地深度，受到疫情影响，目前民众使用中医药的人数2年来也大成长4成以上。全联会理事长詹永条指出，疫情进前全台科学中药的药厂产能大约是80%满载，多好会当提供全台用药。即马就算是药厂产量开到上大，依然是对不到需求量。根据今年4月上新的中医研所调查，优先通报中药浓缩剂欠的主要药品，包括治感冒的辛夷、清气汤、甲金汤等20项一线主要用药全部拢欠，传出部分中医诊所购不到药啊，才会当以药换药。诊所端呢，它也有一个所谓的换药平台的一个机制在运作。不过，因为民众对中医药的信赖呢，所以使用率大幅提升，比较多的这个廉价造成制造业的一个制造困难。那还有再来就是生产线，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提升很多的生产线，可是生产线的设定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，也是缓不济急。但调中有估，科学中药欠药条恐惊也佫会维持1阵啊。毕竟药厂也会烦恼，药精消退，市场需求量降低，唔敢目前导入大量的生产。目前只会当细发替换，效果瓦劲的药物达到治疗的效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